也来中华是有一个30多岁的查甫人，摸到伊桌边的冷房钉钉，而且会红过会肿，赶紧去诊所治疗，1个月煞拢无效，落尾走去大病院检查，才发觉讲是真罕见的零散结核。医生是表示，这款案例150年来无到600例，有影是真罕见。中华有一位女性发现家己倒手边的冷房钉钉，而且有外伤、红、搁肿，先去诊所检查，食1个月的抗生素无啥效果，烦恼着灵感，赶紧去大病院检查，才查出来是真罕见的零散结核。这个是真特别啦吼，就是变讲较早咱知影肺癆就是肺结核，拢生对肺部内底。啊，不过这个年轻的女性吼，伊是生伫咱的乳房吼，就是咱的胸部遐吼，啊，伊个肿起来，所以肺癆菌吼走入去，啊，造成伊的这个乳房有感染的那现象，叫做乳房的这个结核感染。目前，这个个案已经接受肺癆菌的抗生素治疗，病情有得到控制。医师讲，零散结核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外部感染，另外是身体内底本身就带有肺癆的菌。皮肤上有伤口，在喂乳的时候，然后造成说结核杆菌的话，直接感染造成的。那另外一种所谓继发性，就是我们说病人有肺结核或者说其他位置的结核的话，经过血流带到乳房上面来所造成的。医师表示，零散结核有3%到5%的几率会演变成零癌。虽然查甫几率较小，不过嘛是有可能会得到零散结核。呼吁民众若是摸到冷房有各样，千万唔通叫时小夸大，一定爱赶紧去检查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